你是哪个花楼的姑娘？会不会走路啊？对不起啊。今天全城12大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，花魁比赛正式开始。主子，不好，龙小弟追来，这下麻烦了。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，是谁呀？西域姑娘出场。这个丫头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啊！是啊，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。是啊。各位客官，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，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。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，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。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，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。好，各位客官，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别犹豫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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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多谢这位客官捧场。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。你投不投给我，我都是花魁。好了，各位客官，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，结果是。还用我数吗？不用数啦。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，杏花楼的欢姑娘。好。现在由上一届的花魁西域姑娘与本届的候选人欢姑娘进行歌舞比试，谁得的鲜花最多，谁就是本届万花楼的花魁。别慌。这位客官，可否借一下你的宝剑？你又想干啥？要你管。
借不借？如果你要是不借的话，那我就去找别的客官借了。这，多谢客官。手摇，楼上帘帐，旧娘独语叹娘家。云又飘飘，雨又潇潇，何人归家新可抛？影子声调，情字相烧，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的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各位客官，看得开心吗？开心！现在开始投花选花魁。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。两位姑娘花盘里的花一样多，按规矩呀，两位都是今年的花魁。我宣布，今年的花魁是欢姑娘和西域姑娘。慢着！我这儿还有一朵花没投呢。这人是谁？难道我给西域姑娘多数花作弊被他看出来了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刚刚你怎么不投啊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现在投也来得及啊。那你这花儿打算投给谁呀？花儿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哇！西域姑娘花盘里的花比欢姑娘多上一朵，所以今年的花魁还是西域姑娘。哎呀！今年的花魁，西域姑娘。错，欢姑娘也是今年的花魁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儿也有一朵花没投，他们现在两个人的红花都一样，所以两个人都是今年的花魁。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今年的花魁呀，是我们杏花楼的欢姑娘。王妈妈，我出3000两，
包下环姑娘的初夜。可以啊，贾老板，不过你得先把钱给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贾老板更有钱的嘛。那是自然，我爹是直隶首富。把男生给我放了。姐姐，你为了我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。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还是走吧。莲香，姐姐已经帮你赎身了，你拿着这些钱离开你的赌鬼弟弟，跟你娘去个好地方过日子吧。可是我……哎，不许再说了，如果你再说的话，姐姐该生气了。快走吧，走啊！您真是有眼光啊！原来你忙活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救这个莲香姑娘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得了失心疯啊？那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环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自然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真笑一刻值千金呐！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环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哼，贾老板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之前在您的赌坊，我就赢了您100两银子，今天又让您破费了3000两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大闹我赌坊的那个臭小子，竟然是你这个丫头！我是女人，照样可以要你的命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都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走！走！有话好好说啊！你们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环姑娘，你这……走！哎呀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追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我认出来了，你就是那天和环姑娘一起大闹我万利赌坊的小子。臭小子，赶紧把环姑娘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各位官爷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直隶首富的儿子，我叔叔是京城的2品大员，该抓的是他们啊！该抓的是他们。直隶首富，2品大员，那算什么？我们家主子可是全国第1首富，这大清朝的第1大官儿。哎呀，大清朝第1大官儿，你以为他是皇帝老子呢？啊！贾老板，很不幸，你猜中了，我们家主子正是当今皇上。不是，跪下！万岁爷饶命！万岁爷饶命啊！万岁爷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有眼无识泰山，你大人大量，放了我吧！左图在，把这危害一方的恶霸拿下，送到刑部审问，再查一查他的叔叔和爹爹是不是做过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这，把他那爪子给我断了！遮住！哎呀，万岁爷，饶命啊！万岁爷！老大，别再跑了！出宫这么多天，你还没玩够啊？你别过来啊！
你要是再过来的话，我还是会逃的，你根本就追不上我。老大，龙小弟，别再跟着我了，赶紧跟索大人回宫吧，外面不比宫里安全。老大，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，从此再也不见我了吗？老大，救命啊！我怎么听到龙小弟的求救声了？龙小弟该不会使诈吧？可是万一他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行！老大，我们还活着吗？还是都死了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好人命不长，坏人活千年。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啊？我有点晕，你先让我躺一会儿。起开！别再装了啊！不是，哎，老大，谁救了我们呀？谁救了你？当然是老大我了。不可能吧？那个黑衣人的武功，你根本就比不上。我在他手底下，最多也就过3招，你最多10招了。不能智取啊！我打不过他，我想招啊，我聪明啊。我在我手上抹毒，我跟他过招的时候，把毒药趁机抹在他手上，结果他就中毒了。所以啊，他为了换取解药，就把我们2个放了。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地方运功排毒呢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信了。论你这旁门外道，我老大绝对是天下第一。老大，你又救了我一回，你要怎么感谢你啊？别缠着我就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还没玩够啊？老大，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听信了宫里的谣言，所以才生我的气，是不是？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听信谣言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仅是你的龙小弟，我还是真龙天子，金口玉言呢。那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大鸟笼子里了。你不回是吧？你不回，别怪我赖账啊。赖什么账啊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可是欠了你一大笔账。我的利息可高了，你还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！趁火打劫？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？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。可你们呢？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置了各种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！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龙小弟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割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你就不想监督着我把这笔账给还了？皇上果然是天底下最无赖的人。皇上，奴才恭请皇上回宫。老大，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回去的话，那我就在外边待着了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算你狠！起驾，回宫。这。皇上回宫了。回太皇太后，皇上啊是昨儿夜里回来的。哦，你这个李大总管的差事当的是越发的好了。太皇太后，不知奴才做错了什么事，还请太皇太后明示。如今这皇上迷着李易欢迷成这个样子，你竟是守口如瓶，一字不吭啊！
太皇太后恕罪。皇上其实早就知道奴才是太皇太后派在他身边的眼线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让奴才知道。你用不着拿皇上来当挡箭牌。其实呢，哀家早就告诉过你，皇上的大小事情你要第一时间禀告哀家。可是你是怎么做的？啊，你这眼里头还有我这太皇太后吗？太皇太后息怒，您可是冤枉死奴才了。奴才没有办好差事，任凭太皇太后责罚。可是奴才对太皇太后那是一片忠心呐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也是啊，你夹在哀家和皇上的中间，有些差呀，你也不好办。皇上啊，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九五之尊不顾，安危体面全然不顾。你说，怎么这么随根儿啊？你听好了啊，这宫中，哀家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董鄂妃。奴才索额图，给皇后请安。听说昨晚紫禁城所有的宫门大开，皇上大摇大摆地接着出走的李易欢回宫了。皇上就是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们，他相信李易欢，宠着李易欢，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闭嘴。哼！当年唐玄宗为了迎回杨玉环，也是这般深更半夜大开宫门，毫不顾忌朝野非议。可结果呢？难道皇上想学唐玄宗吗？这唐玄宗有安禄山，可咱们如今大清也有吴三桂啊。难道皇上都忘了这些前车之鉴了？皇上本来少年英明，可是竟然被李易欢这个丫头迷得失去了本性。都怪我当初考虑不周啊！本来以为她可以帮助我斗倒鳌拜，所以帮着这丫头讨好皇上，没想到现在是养虎为患了。这么多美女啊，环肥燕瘦，春来秋菊，好漂亮。皇上，妾身祝您万寿无疆，福寿安康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，常常睡不好觉，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，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，既能驱蚊虫，又能安神解乏。臣妾手笨，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，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。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，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，神清气爽。有劳贤妃了。这贤妃的手啊，真巧啊，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。着实，在哀家看来，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。
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，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，所以呀，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，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，还请皇上尝尝。这长寿面啊，不能断。这一根长面条啊，是臣妾亲手和面，再亲手做成的。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，寓意我大清啊能够清清明明、长长久久。惠妃有心了，朕可得好好尝尝。惠妃好手艺啊！皇上，臣妾恭祝皇上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恭祝皇上皇后龙凤呈祥，早生贵子，让太皇太后早日抱上嫡曾孙子。好，丽妃说的真好。皇祖母，皇后，一起为这祝福喝一杯吧。喝一杯。皇上，您不是有一个笔墨诗书姑娘？听说您一刻也离不开她，怎么今日这么大的日子，不让她来一同庆生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欢吧？这个李欢啊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笔墨诗书，平常伺候朕的时候呢，比寻常的宫女伶俐一些罢了。如此隆重的场合，她岂有资格出席啊？这打理后宫啊，可不比管理朝廷简单呐。首先要紧的是要有平衡之术，这后宫要是着了火呀，皇上可就麻烦了。皇祖母，孙儿年少，还请皇祖母多多提点。那是。朱后妃，陪着朕还有皇后、太皇太后一起喝一杯吧。来。梨花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自己不都想清楚了吗？再也不会上那个骗子皇上的当了，你彻底死心了。那你还吃醋什么呀？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猪哥哥是对你最好的。千里之外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，都不忘记你的生日，还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你再看看那个骗子皇上，后宫佳丽，百草千花，莺莺燕燕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别傻了。怡欢姑娘，叔父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儿啊，为了给皇上庆生，这个御膳房呢做了好多精美的美食。我呀，特地选了几样特别好的，拿给你尝尝鲜儿，啊！叔父，这些都是皇上让您给我送过来的吗？皇上？不是，是我啊。我觉得你平时啊爱吃好吃的，所以啊，我就特地拿过来给你尝一尝，也算是我这当叔父的一点心意。叔父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？叔父，谢谢你还想着我，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，把这个金簪子送给你吧。怡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坐啊！哦。叔父是个太监，这金银珠宝呢是叔父最大的爱好。可是不管叔父怎么贪心，那也不能开自家亲人的油吧？这金簪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，啊！叔父，你的大补丸解药是不是快吃完了？我这还有点，都给你吧。怡欢，这每个月都服一颗大补丸的解药，这也太麻烦了。
你问问剑清，他能不能研制出一次就彻底解除大不完之毒的解药呢？叔父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还让我转告你，不要再去打扰他。他不想被我们所累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的时候，他可是最听我这个大哥的话。爹，叔父虽然不肯认我们，但是暗中多次帮助我和朱哥哥啊。从这点看来，他心里还是有亲情的。他心中虽有亲情，但只怕一旦到了生死关头，还是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的。所以，你们切不可一次给他解开大补丸的毒，而只能每月给他一颗延缓药性发作的解药，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在紫禁城中的安全。义父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无情了？他好歹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的叔父，而且在暗中帮助我们那么多次。太子，在大义面前，无小我。德父在宫中生活了30多年，早已习惯了尔虞我诈，习惯了损人利己。他心中虽然对你我残存了一点血脉亲情，但经受不住生死考验的。你跟奕欢身份特殊，而我是朱明联盟的盟主。我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。叔父啊，这个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，我哥哥正在研制当中呢。如果研制出来了，到时候一定给叔父一份。好吧，但愿你们没有骗我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快点吃吧，我就回去了。叔父慢走。哎。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舍不得你，也放心不下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我那么说，只是不想连累你，我怕你会一直牵挂我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你别动，才刚给你上的药。是你亲自给我上的药吗？那我这顿军款挨得真是太值了。姐。
别走了，后妈。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驾！玉，樊师姐，吴三桂怎会把我们的底细一下子了解得这么清楚？难不成我们明珠谷中也有平西王府的奸细？不错，咱们明珠谷中不仅有鳌拜安插的奸细，还有平西王府安插的奸细。师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大师兄和师傅他们正在前往滇都，我现在就赶去与他们会合，告诉他们这个重大的消息。至于你还是想办法继续留在吴应琪的身边，再打探一些消息。其实，我担心吴三桂会对吴应琪重罚，也很想回去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，他已经知道我们是明珠谷的人，这次能放我们走，也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。而且，他也说过，再也不想见我。他那只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，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再见到你的。师姐，我看得出来，吴应琪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他对他父亲吴三桂一切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并不赞同，所以，他心里并不会真的憎恨你。可就是因为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才不想再利用他。师姐，我们要做的是光复大明的天下，造福天下百姓。连大师兄都可以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把与小师妹的儿女情长暂时放到一边。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，因为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儿子而分不清轻重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撤！撤！奕欢啊，连你的叔父都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美食。人家那骗子皇上呢？现在一定是软玉温香的环抱着，早把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就你傻乎乎的，骗子皇上，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，你就是个骗子，骗子皇上。哟，背着人偷嘴呢。皇上吉祥。行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别装了。皇上，你怎么跟鬼似的，不出声直接进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朕今天啊，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。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皇上用不着破费，这些好东西啊，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、贵妃娘娘，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，送给我干什么？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、4妃、9嫔，接下来就是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数十位，哪有72宫娘娘？再说了，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？你告诉朕，朕明天就封你。奴婢怎么配啊？皇后说的是李奕欢吧？她呀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这侍候朕啊，比寻常宫女伶俐一些罢了。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，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！什么东西打翻了？醋坛子呀，你没闻到吗？酸死了！皇上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吃醋呢？其实吧，你今天暗中跟着朕，还偷吃朕的醋，朕的心里啊，美着呢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生朕的气了。
老大，别生小弟的气了。你还记得，朕当初化名龙三，与你在摘星楼结拜，我们俩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是朕的生辰，当然也是你的生辰。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！你看，朕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家乡的时候，每次过生辰，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，让你放了祈福，对吧？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皇上你都记得呀？傻丫头，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？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咱们放花灯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放啊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走。慢点儿。哎，啊，先许个愿啊。龙小弟，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，你也许个愿吧。好，那你先许。嗯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放吧。龙小弟，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我手太慢了，只绣了一半，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。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？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？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，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，尤其是那个贤妃，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，我这个……哇，这真的好丑啊！这针脚又粗又细不说，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野鸭子不像野鸭子，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。你嫌丑，你不要不就行了？谁说我不要啊？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，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。老大，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？还说呢，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。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？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，这我明明绣的就是什么呀？朕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绣的是京城第一酒楼的烤鸭，行了吧？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。不过也行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，就拿着这个荷包啊，天天望鸭止饿。哪有你这样的？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，还再落难。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那不行，朕以后得经常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？光微服私访、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有10000个想法，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，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了。老大，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，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。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，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，恐怕连小命都没了。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，而是一个匹夫在逞一时血缘。朝政之事啊，不能急，得从长计议。你要相信朕，给朕3年，3年之内，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。你说的是真的？3年之后要是没有做到的话，你再怎么生朕的气，朕都无话可说。终于笑了。好了，把这个荷包拿回去，等到你绣好了，一定要给朕，朕会好好收藏着。
其实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丑死了！这眼睛，目露凶光，嘴唇这么薄，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。哟，难看死了！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！朕刚刚埋汰你几句，立马就还回来了。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？是，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，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？而且你生气的时候，特别像门神，很可怕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。今天是你生辰，朕就饶了你。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。哦。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，朕一个都没给。喜欢吗？老大，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。这些后宫的女人们，平常看起来姐妹相称、谦恭有礼，其实都是明争暗斗，各有所图。朕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，和她们都不一样。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给你树敌招祸。当年，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，他们个个要美人，不要江山，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，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他最忌讳皇帝专宠，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，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，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九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人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，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叶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慢点。其实啊，你根本不用自责。我放你和殷默生离开，并不仅仅是出于儿女私情，而是因为大义。大义？不错。其实，我很清楚世人对于我父王的评价，我也很明白未来的史书上，我父王，甚至于我，都将被列入二臣，受万世的唾骂。我如果不是吴三桂的儿子的话，
我也恨不得手刃了他，血祭永历皇帝，以谢天下。没想到，原来你心中……英奇，没想到你肯对我说如此肺腑之言，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。倩阳，我跟你说的这些话，除了我娘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除了身份不同，立场也不得不同之外，对于是非道义的判断，我俩是一致的。太子，前面这条街道就是平西王出入王府的必经之路。在这个街道上有处茶楼，不如我们先到楼上去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观察王府的动静。客官，慢用哈，有什小二么尽管吩咐。好，来嘞！二位来点什么？普洱茶。好嘞。楼上二位普洱茶，茶来喽！哎，你慢用。哎，小二。啊？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这汤色就能看出来了，给我换一杯吧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哈。六师傅，这茶的味道不错呀。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啊哟，哎，这楼下怎么这么多清兵啊？是啊，快看。嚯，这么大人马！那是，这缅军啊，实在太仗义了。小兄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听说呀，是缅军偷袭了边境，抢夺了好多老百姓的财物。这平西王率兵出击，还击缅军呢。啊！左土，奴才在。山西巡抚刘德昭一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刘德昭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。他不但私自侵吞朝廷的赈灾粮款，还圈地占地，危害一方。刺杀山西总兵书建，甚至行刺皇上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罪证确凿。刑部已经把他和同伙33人押往菜市口问斩了。那他的族人呢？刘氏一族，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3000里。这怎么处置的如此之轻啊？是，皇上，这刘德昭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本应诛9族的呀。一律，刘德昭是当诛9族，但是朕念及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并不想多造杀孽，以便为太皇太后积福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乃天下之表率。皇上圣明。皇上圣明。退朝，左土留下。这。退朝。吾皇万岁！
岁万岁万万岁！索图，奴才在。这回刑部量刑，为何如此之轻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刘德昭罪大恶极，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为过。可是皇上旨意说，其余族人从轻，切不可累及无辜，所以刑部以为圣意如此，所以就将其轻判，只是将他们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朕下的旨。是啊，皇上，难道您忘了那天在御书房，您拟的旨，然后侍书姑娘亲手交到奴才手里的？您的意思是要将刘德昭一案发回重审吗？不必了，刘德昭和他的同党都已经砍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盖棺定论了。你先跪安吧。这。哎呦，皇上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谁把门槛垫这么高的？赶紧给人修平了！这，小德子还不去传公家，快！再不削平，朕削了你的脑袋！这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糟了，难道东窗事发了？你在外面等着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这。龙小弟下早朝了，喝点茶吧。一大早发这么大火啊！天威难犯，是谁这么不懂事儿，惹龙小弟生气了？你还知道天威难犯？你这个笔墨侍书的差事做的是越发的好。是不是刘德昭的案子结了？结了。刘德昭和他同党砍头，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这个结果你可还满意？哎，后宫呢不得干政。虽然奴婢不在皇上的后宫之内，但是奴婢也是个女人呢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怎敢胡乱议政呢？不过皇上既然这样处理，肯定有皇上的道理啊。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敢矫诏给了索额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，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索额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9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，
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9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了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庶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朕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图，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啊！世庶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呀？啊！朕让你去就去。这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庶姑娘。索大人，皇上真的要处斩世庶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，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，姑娘啊，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，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索大人，
前面就是午门了，这皇上万一还不派人来赦免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可就只能执行圣旨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真的要砍我头了？万一您真砍了我，皇上又后悔了呢？我说了要执行圣旨，可是执行圣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。要砍你的头，那得有刽子手吧？这刽子手从住的地方走到午门去，他需要时间吧？啊，刽子手来了以后，那得先磨刀吧？这刀磨好了，送你上路，得给你吃口上路饭吧？饭做得了，给你端上来，你是一勺一勺的吃呢，还是一粒一粒的吃呢？总之，我是不催你的。那如果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派人来赦免我呢？哎，这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有派人来赦免你，但是他也没派人来催问，那咱们就还有办法可想啊。奴才这就去。这刀都磨了一下午了，会不会磨断了？没关系啊，这把刀磨坏了，咱们换一把刀，接着磨呀。来，快吃吃，啊，嘿嘿嘿，多吃点。皇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喝杯茶消消气儿。这谁沏的茶？怎么那么难喝？是奴才的徒弟小德子沏的。你怎么教徒弟的？连个茶都不会沏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，小德子他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，求皇上您饶了他这回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的福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？那刚才朕要砍她脑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她求个情啊？啊！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声都不吭你！哎，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这点眼力劲都没有啊！不，皇上，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？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？哎呦，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？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，那朕真是白疼他了。啊！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挺机灵。哎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？哎，知道。还不快去！哎，奴才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哎，皇上息怒啊，皇上息怒。长进倒是不少，这面的针脚好多了。索大人，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我吧？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天威难测。哎，没事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就知道，不能相信皇上的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，没有想到言犹在耳，现在就要砍我头了。呸！哎，索大人，喏，说着人来了。索大人，哎，李公公啊，皇上有旨，
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奴才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不生我气了？那还用说，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，是我拼了性命不要，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，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。姑娘，你再回去以后，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。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谢谢李公公。哎，那行了，那咱们就走着。